对嘛，诈骗的手路是百款。最近有民众收到批，内底是一张假的证券专员的面试，也佮有一本投资的报告书，要怪人伫咧公司上规进前先来买股票。这个民众是险险啊去互骗大耳。收到一堆真假的资料，用传统假配件来，有民众甲配件拍开，内底全部拢是投资的信息。一本投资报告书附着一张面试，顶头写讲是调丰证券专员推荐的。企业专攻历年的项目，营造美好的环境。讲我敢若真有这回事，更加有详细流程，教人安怎认买这个股权，会用手伫咧上市上规进前早一步变股东，若是错过就无机会啊。不过这一切亦阁是诈骗，意图使民众交付身份证及缴交股款等。所幸该名民众呢及时向警方反映，并未遭到诈骗。其实无论是投资目标，也是惯上面是拢上模用的，千万袂使相信。警方警示诈骗集团搁再换这招数，改用传统的旧路，用纸本的资料邮件来骗人。有专家分析讲，这个犯罪组织背后其实有另外用意。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网络上接受到这样的讯息呢，都是假的。于是乎，他们采用传统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众应该是已经被锁定他的个人资料以及个人的资产各方面的，他觉得这个是一个肥羊，直接寄送纸本到他家。有民众本身就是调丰证券往来户，收到这份资讯，差点就骗去，加在及时有查证。不过人客姓名也个地址这个人资料，诈骗集团哪会拢知的？由安丹台警方进一步来调查。我们公司不会用这种邮寄的方式来做认股的这个行销的资讯。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先到这个附近的警察局做报案，因为他伪冒了我们公司产权。除了传统寄来资料爱注意，警方也公布20组高风险赖 ID、户头的号码，包含 XJJ168、19955等等，也佮用正规的形式要找人才这手法来骗人，千万唔通加入好友，若无恐惊落入去诈骗集团所设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